没问题，就没把客栈能客栈非免话，后面那种能客栈非免话，小哥哥们讲，原来地方荒一步，他还落海落都，个来各位东来餐里面，原来地方荒荒一步航海路，一步航海路，航海路海路都个来九尾东来餐里面包围东来餐里面包原来地方荒一步航海路都个来九尾两来餐里面包原来地方荒是荒野的地方，一步航海路我们怎么样？海路都路找得到，跟来东西狗尾两来多面包原来地方荒一步航海路都个来狗尾两来餐里面包要做就像一只风筝，飘落遥远的泰国地，兄弟天涯两分离，何时才能再相聚？啦啦啦啦啦啦，要做兄弟在何方？家乡亲人在盼望，啦啦。